20年了，我就感觉台湾那个农业发展当急当好，但是瞧不出靠农药、除草剂、化学肥料要得来生产。我说该退休，我就想做有机的，希望鼓励大家来做，你规划社会给人对健康、对土地全部是有帮助。我说也下虽然我做了某一个，但是我切都要坚持下去做下去。影响讲开一间店，一片皮生业态，一片做，希望讲来一片了的人客可以吃到当健康。很努力，就是想要把店经营好，因为以前张来都要吃到一片当酱，希望讲之后越多人发现，一间店，咪可以顺势发现讲面对水库酱的地方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养着条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娘多，后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一风素年。时光清甜，梦里梦。文言苦渐渐，日秋处处添归雁，年年迎团圆。日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各位下载后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本人家按照卷子菜嘅苦瓜，佢食起來嘅時間呢，會對付轉乾，經過熬人嘅烤熟，又做得變成乜嘅好料呢？另外啊，融入菜地食材，又做得做出乜嘅感動人心嘅料理。今日就帶嚟明珠，叫下來啲苗栗頭目，來啲品嘗呢個苦瓜香煙，行家食嚟會本人前面嘅好料。來啲。頭目鄉啲苗栗盆地嘅東片上，係啲後龍海水面，呢度嘅面地水庫有8公里，兩片嘅山層層貼貼，像花樣嘅；湖呢度嘅多樣，像絲樣嘅。湖水當鮮，變化當多，變做頭目鄉一笪當上人嘅有名景點。今日聽到我叫下來啲認識下嘅青土當嘅好食材料。嗨，邝大哥。民叔，你好，哇，家下過來時間全部種很多菜哦，幾全部嘢啊？哇，種安排？還好啦，呢個種4甲人4甲人4公頃多咧，跟嘢都去做嘛？包苦瓜，包苦瓜哦，摘苦瓜。邝勝雄大哥，菜地客家人。實係國家體育大總會，兩下單單係做定港中人嘅打扮，然後利利落落退休過後嘅佢，對人嘅熱誠冇變，步步嘅心腸強揚，堅持老有機抗旱嘅長菜果子帶入苗栗，實望老毛土嘅抗旱食法推廣到各地。哇！我說也得立定嘅全部係地圖就係苦瓜子誒。是不是？中央哈苦瓜好種哦，有機也很難，佢有種這些藥嘅，不說蟲嘅較多，像黃雞嘛得種個條多就冇用嘅，規條就快係就冇用，不說套袋。要按副蟲嘅沒有食咯。哎呦，有專門食腐嘅東西，一個蟲嘅。真勁哦！佢說一抒發，天天都要包，佢當然都要包。當然做得順，當然都係順。當然叫做會開花咩？啊，可以做啲包起來，冇
你比当到些唔再保冇好。就冇好啊。从今年来讲的话，4月就开始热嘞。係按用按热的天时对副瓜来讲，系唔系较危重？係啦，個就是弄個有機嘅，做唔得噴藥嘅，嗰個皮料要多，有機肥，嗰個有機肥就較肥力較大。哦，像化學肥料差不多就15%啦，氮磷钾15%，要有機肥上5%就超過嘅。哦，嗰個較。嗰所以要看難照顧。按用就攞佢立腿啊！等一下，大哥，立以前先問他可以哈？有看到這個真嘅有副瓜小寶寶誒？在這裡。也是麻嘅，也仲發係麻嘅。就也下佢先有細細字，都佢規粒嘅熟嘅，做得摘下來，要幾久嘅時間？有的太快摘，有的較慢，差不多。老年窮樣。係啊，他有的。這十個2禮拜就可以摘，有的話3禮拜就還冇一個。好，姑嫂兩個按細摘嘅，你下先攞佢立起來。等一下，等下你看一下，有沒有已經熟嘅，好冇？有。可能有熟嘅冇？好。按丟摘係就立起來誒，而且立家動聲音，係冇一擺，佢就攞佢拗團了。咁樣演嘅按太，一粒一粒嘅筍就拉你無限呢。啊，姑嫂人工又多了。講太假是農藥，不是我哋做有機。副瓜一年四季都有，熱天係太出嘅時節，要排水好、日頭照嘅環境，第20到30度來種，生長到最好。老副瓜子藍葉到推肚，沙丁老推在碟地瓜地檔，千杯米扭下來，按樣就好食咧。哦，好大個哦！動態啲咩？按樣就做摘下來嘛？也做得摘嘅。我即係摘下來了，看下好冇？好。哇！很香哦！介紹人副瓜係乜嘅品種誒？也白副瓜。白副瓜，就係照夾食嚟拌啊呢？係啦，也可以用白玉苦瓜。白玉苦瓜樣，加上好緊要有一些黃河嘅。也嘅。冇摘到，估數是太老嘅。哦，太老嘅黃係嚟。啊，熟嘅咧。太熟嘅。佢乾用按熟嘅話，佢係咪腐？看冇按腐。看冇按腐。你看，這完全不一樣誒。對，已經不是做皮做的咧。沒，也做的是了，做的來上架去賣了，但是市場做的是了。嗱，睇白講到按樣，將人家頭幾手食嚟呀嘅。副瓜誒，高熟嘅做。不說高熟嘅，幾上來按樣嘅食啦呢？都已經拍攝熟嘅，都高熟高幾多年嘅時間？也是當腳。一下就當腳。就也當腳，都按睇，從按睇你也冇摘，嗰兩日就忘係的。當你多來筍咯。係啊，嗰種也就當傳統嘅個方法，也冇乜。不可惜啦，一粒一粒看是命，可能較差唔多太吼，按做命可能。按用靠人工嘅親愛經驗。係啊，我安尼東西陸陸續續因開發，嗰時夾個冇像培養出安尼一批全部摘香香。哦。嗰時夾陸續續睇起來，睇起做摘，冇摘到就叫個呢。嗰時人工青島。係人工青島。人工青島也係最甜嘅，特別也係按熱嘅甜食，對不對？副瓜食起來苦苦，唔過晒有清熱退火嘅功效。啲青菜地度有良藥嘅好名聲，尤其合適啲高溫有濕嘅蔬菜來種。立腿嘅除頭做得來預防病蟲害以外，還加做得預防本日頭曬壞、大風霜。對外擺嘅醬有動態嘅幫襯。殺下來，你看下瓜棚底下還有乜嘅菜呢？太哥，今日嘅係乜嘅？也紫色萵苣。也係萵苣哦。萵苣係夾包樣講啊？麻嘅。麻嘅。像用食起來發會米頭會用嘅咧。是較苦哦。較苦哦。再摘下來看下。苦盡哦。按上輩種副瓜有苦嘅，下輩種也麻嘅，沒苦嘅。按用種蕹下有乜好處呢？第一，這個可以空地利用啊。是。也第一點，這個冇重用嘅東西種下吼，就可以防蟲呀，都看唔到呢。
啊，分开来生安呢，是不是？嘿啦，我说防虫呀，对，防虫还有都有作用。原来是安呢。种有机按辛苦，你种嘛一天坚持按法，还会全部种有机咧。但是看到农药放到按严重啊，土地啊酸化，就太个用化学肥料，或用除草剂，佢嘅种硬化睇咧，嗰种还是讲，来带头来做。你讲你头摆唔要做农诶，你做办公室咧。哦，迄样个上班上了45年，哇，家做嘛转做农？就心态啦，因为就讲啊退休诶嘛，就做来太个咪讲孝道。啊，真嘅，而且佢有安嘢。安嘢咧，等天时，嗰个样啊做农啊，就想，我最要尾同打个高尔夫球一样，我四脚头吼，就想骑高尔夫球杆，高尔夫球杆就扫啊去，脚头再拐一下，这样的。但是个把工作当游戏，就唔好感觉，心态就唔好苦，但是身体也当缺呀，所以安嘢，但是迄当辛苦，但是啊心唔好讲苦。心要开乐嘅。身体落落嘅抗体哥，留辛苦尽做食补，辛苦付出是为了本家乡一地净土。因为吃到也按多年，农田落嘅铁道嘅化学皮，乃至变坏，破坏生态平衡。抗体哥希望尽自家嘅力，做得本土地恢复自然生机。杂好嘅苦瓜，留吊翠色嘅麦嘅，天天太哥整理准备料理了。好，太哥也嘅苦瓜摘出来，剔出出要讲嚟嚟做乜嘅咧？糖醋苦瓜。糖醋苦，哎呦，你有准备哦？哎，这个是你准备的小抄吗？不是啊，师傅啊。TPB 俺准备的哦。嘿。是哦，糖醋苦瓜有3样主要食材。有苦瓜、黄梨lau头马豆啊呢。好。好，现在切苦瓜，对半切开来，用去煨它，煨它的个也浓。浓会主要系腐嘅所在，对不对？泡较呛的就较无安。较无安腐安的。哎吼，今日 TPL 了，然后我们跳下来合作下嘅苦瓜料理，我优先看书哦。我觉得啊，苦瓜吼，基本系多重要，变做一下吃得多，丢丢用苦瓜嘅苦瓜水嘅味头诶，它已经融合在里面了。Hello， 哇，你们是小小店长吗？我优先看书哦。你个本草纲目地图历史证没有讲到，也个苦瓜、米西腐、含讲的毛土，基本用解渴、解疲劳、清醒明目，含讲有意气中用的效果。好。冇人爱拍书，很难讲哎。好，刚刚我重点就会讲，迄讲。正经养护会把农老一地都会引而前叶铁，对不对？系，叶铁的也就可以切。滚刀啊！好，刚才让天数，我等下冇天数呢。拿开，这样子拿过去。先拿给他。你说的，你讲安西上给你丢去痛。系啊。等下吼，哎，先老一切铁，等下来切头马刀。滚刀按用切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按用最后些。头马豆我用来切，用对半切。唔过睇过，从你啊开始种有机过后啊，你都弄杯托强出呀对哇，我特别注意嘛该，我用来父母咧。仲冇讲，可能系托酱嘅，那酱嘅佢炒头煮，佢需要嘅些多皮化学皮料变多，其实全部上个当酱。做冇，也是讲外贸协会啦，其实手臂照嘅先要按用嘅观念转变啊！系啦，要手臂照真系当重要。手臂照要带量很身上照，你身体唔健康，那个就冇用。系咪？嗰说很适当重要嘅，嗰说我要做多一下，虽然料钱一次料钱了，但是我还能
坚持要做下去。很有心哦。嗰时候讲到一个重点卖出时，切最终我们的蛋香口人外摆，对不对？老所有嘅食材切地过后，先攞苦瓜抱到擦擦蒸留起来，撒啲油鑊度放入토마토，加入糖、鹽一條調料，炒到토마토出水，漸漸嘅變軟。最背面倒入泡過有一些嘅炒嘅苦瓜殼，攞黃梨芎下炒，等醃到糟，咁樣掠出糖漬苦瓜就好食了。好，泰哥，听你出窗啊，看没有准备笔记哦。要出窗要搞一种乜嘅？要做苦瓜饼。苦瓜饼，迄种人家用整个乜嘅木瓜饼啊。要主要食材哦，有狗肉、苦瓜、豆腐、考试。红萝卜、葱诶。好啊，不过其实香菇，泰国已经准备到当上色嘅，因为呢，我看到你以前备好也得料都要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你准备要太多豆腐要做乜嘅咧？我是切到幼幼诶。切到幼幼诶，那差唔多要幼係冇？卡實啲，再卡實啲。再卡實啲。安樣切？安尼啊？哇，一功夫出呢？係哦，人都手指較要個哦，速度較好。可是人家講咧，苦瓜喺落去嘅話，應該就剩唔到咁簡單嘅風味嘅嗬，因為其他食材嘅菜法會到鹹啲啦。佢苦瓜有湯過啦。哦，你睇苦瓜有湯過哦。係湯過較唔會苦，較唔會苦啊。較炸較好炸。較好火啊呢。哎，用咗冇？好。做得好，啊，數起來哦。仲有塑膠套誒。為什麼？即係那愛夾較好夾啊。唔是啊，你做老闆。不是人家全部這些黏去做個黏呢。好，冇關係，先攞攞你。哦，是早上豆腐卡做出來呢吼。這等下來處理下個有湯過的苦瓜，對不對？好，下面攞去切到幼幼的係冇？好。哇，湯過過後啊，佢可以落行較淺呢吼。較實。又較實。哎，應該用按洗法，只要用果汁機就好誒。佢做唔做麻嘞？因為行我要加口咁多料，對不對？好。那就不用落來了。好，加下地度有豆腐苦瓜，沙丁下來料喎係沒有倒落去嘅。係。呀，地度有乜嘅？有葱啊，人參，還有芹菜，還有麻糍，香菇也都當到料哦，料當豐富都料到位嘅，對不對？全部都用下老幾份個做一團啊呢。好，咁就倒落來了。好。留食材同苦瓜水攪勻，加入煮好嘅香油、鹽來調味。沙丁就將做濃鹽芎藥，留料研做一紮一紮變圓形，勾圓圓嘅裹麵包粉。最背面準備一鍋燒油，勾一紮一紮留豆腐餅強強嘅放落去，泡到擦擦酥酥，就做得流起來食咧。哇！泰國今日當歡喜哦，從頭到尾呢對人生也嘅安太平嘅農業，後來呢又講請你特別講嚟做料理。現在是料理好冇？好。先做誒，糖醋的這個。料理呢乍看之下哦，這本身你撈到咩苦瓜，可以先魚目混珠一下。接下來吃吃看啊。凍到水分誒。而且你睇頭邊嘅拍苦瓜，幾對苦，後來都轉乾，溜溜的有點生津止渴，它好快哦哈。有機嘅做呢。而且你用做嘅方式呢，用那個tomato醬啊，還有有攞嘅糖加筍吃落去，佢變咗唔係用一開始就會苦味，有層次呢。那個有機嘅苦瓜呢，真正它冇芎藥，因為呢加水分濃多，而且苦轉乾嘅凍醬啊呢。好。沙丁下來呢，也嘅可能生意呢要行較介意咯，苦瓜餅。哇，好多人用當做日本式的嗰種可樂餅芎藥。好，有些像可樂餅。好吃哦。老闆酥地不軟軟，好。酥軟，行個地圖有邊有一個麻糍，嗰種料 Q 感。我覺得啊，苦瓜
基本係多動油，變做一下吃得多，丟丟那種腐感的腐瓜水的味道誒，它已經融合在裡面了。可是剛才很多調麵時節啦，比如呀腐椒粉啊、鹽落去吼，可是呢，剛才你要腐落去啊，不加味道呢，有動到種變化呢。這真的很棒誒！剛才腐瓜落去的可樂餅，原來腐瓜做按到種變化，我看你還有煲雞湯哦。苦瓜雞湯啊，鳳梨苦瓜雞，而且地圖有用嘅，加下清熟嘅嗰種黃色嘅苦瓜，對不對？好。很仔細，而且換雞湯呢，當補哦。哦，腐米煮過後呢，其實佢已經散開了，裡面有加下黃梨落去啊，嗰時候加上酸甘，所以我喝這個湯哦，我想到後擺下趕緊正經同滋味。我落嘅黃梨落啲苦瓜用落去煮嘅話，也嘅酸咗嘅帶走年代苦瓜嘅苦味啊呢。而且我發現到我一下按用大醬色，按用不同嘅苦瓜啊，因為叫嚼到嘅一個雞肉嘅皮湯，含加一個黃梨嘅酸落去，其實一個嘅苦味已經完全會帶走嘅，除了甘甜嘅味道呢，由甘轉甜啊呢。腐瓜雞湯就從第三馬行體現嘅腐清感來，聞到綠綠嘅腐瓜，將你嘅皮湯落在黏黏都係雞皮湯嘅香，黃梨嘅甜。雖然就蛋糕搭出菜，看起來都像薄色嘅片菜飯，實做會到對甜香都翻作嘅正意，行卡係太過對也啲土地嘅真心誠意。我睇過，也從阿叫乜嘢啊？認識你過後啊，就發現到唔知人當了不起。問題呢，都按樣做公務員還做到趕哦。剛看到人嘅相片地圖，真係想唔到一下來到一到邊拿卡腳頭，講中還講一講啊，就講誒安排有4公頃按太片，按樣見做咗來咩4、5年咧？希望達到嘅係樣嘅理想咧。食物全部農藥當高，還個土質也變起來，全部變酸性、乾硬。佢說安尼對台灣土地嚟講就唔好，對人體也唔好。佢說英國大家所香港愛台灣做土地要照顧起來，人要照顧起來。佢說係就上來做有機嘅，佢說我帶頭來做係有成功。鼓勵當地人來做，後生嘅來做，安尼，所以但請藝術家做事，個時間有咩有限，係冇？大家當然做，10曬、100曬、200曬、1000曬、10000曬來做，安尼做，將我大家是平常就識得到。平常就識得到。按樣呢，不光係生產者、消費者呢，每個人都有可能當生產者，每個人有可能當消費者。大家觀念係正確嘅時間呢，就做得用同理心來對待啊呢。因為我要種嘅時間，還冇辦法賺錢，佢說騙人唔會天天來做，就等那嘢嚟做到成功、生產正常。有辦法講賺錢的時間，這車位都人來做了。肯定要加油哦！好，當重要哦。怎麼有後生人天天叫我來做？因為拜託大家天數，生產者真要大家天數，要這個扶持，大家很扶持，不要起來，結果大家就較識得多安尼有機嘅。錯，我說大家拜託一定要好好啦，也就有機小農叫下來天數安尼。唔係看到希望才堅持，係因為堅持才看到希望。從太過規律嘅行來，發展頭來看，完全冇遺憾。就算70太人嘅，同樣保有一粒後生熱情嘅心情，甘願變做大家看起來嘅我嘅，做一個鋪路嘅前人，為後輩開創一條有機嘅路。行家從太過堅持無變嘅信仰，行家係頭部最正嘅田間穩土。接下來，你看那兩棟啲種下嘅法國式建築，空地乜嘅秘密呢？
店长吗？啊，店长在哪里啊？哦，可以带我去找他们吗？走走走走，谁是哥哥，谁是姐姐？我是个你是哥哥哦。阿婆真嘅客家，什么嘅代表杰出女性？我係國擔講各。唔估按講，唔估北韓嚟啊，北韓有北風。北韓，我人係嘛？那边这是爸爸妈妈吗？的不是。苏千永碧你好，这是你们3个宝贝。对，哇，好可爱，他们很尽责哦。刚才在门口迎接，你们有说什么吗？欢迎光临。欢迎光欢迎光临。車元炳元旦做廟宇嘅頭路，現正接受意外地出差，故所新人嘅對佢當上手。為了披薩嘅新人呢，唔會高搖嘅童年，未必了見證佢阿條歡喜成長嘅過程。移動結節嘅辭退頭路轉向，老姑娘打錯身體佢阿條嘅夢想燃天。大家好，你來嘅時間呢？哇哦！娘不看娘拍摄的建筑在路上好鲜明哦，而且刚刚看到哦，呀还有小朋友游戏间，对，这是平常给3个宝贝玩的地方。对啊，现在餐厅整个对小朋友都很友善的吼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当初开这家餐厅就是为了他们，真的哦。对，想说可以一边开店一边照顾他们。其实我们2夫妻原本都不是做这一行的，就是为了小朋友，所以才回到家乡。对，想说一边陪他们成长，因为我们平常也是自己在做他们吃的。我们想说，我们尽量找天然当地的食材，可以一边给他们吃，也很愿意就是分享给客人。银行啊，对而且其实3倍生也会照顾的吧，应该没黑懂某汉，对不对对啊？3个宝贝耶，对啊3个小店长这样子。对今天呢，除了要来跟你们认识你们的环境之外，最主要的是要老娘的欧洲料理。好，呀，岛 B 有没有什么？还是都是宝宝食品吗？我们这边虽然是欧式的风格，但是料理部分还是以当地食材、客家的特色料理为主。真嘅哦。嘿，故所家的小朋友家的要懂接触客家料理咯。嘿，你从细色都胎，真的哦。刚刚有搞记得讲客家吧，嘿，教他们讲客家话。做对嘛？走的。真的，好厉害！新人的出世，同時改變了兩公婆嘅人生。條蛤蟆係為了新人的親身煮食，兩公婆希望這份料理嘅用心，做得分享俾行客多人，俾新人的老人家都做得食到安心康健。行家秘密嘅秘密就係對食材出發，先等等說前，向下到美麗菜體市場看下嘅。哇，說前。今日點佢都調不住嘛，這玩意來到南苗市場一嘅地盤呢。明明啊，細時候就本來婆土台嘅，跟阿婆搭嚟都會帶我來呀買東西、買菜。真嘅哦，因為像我來看呢，把南苗市場其實嗰片冇動態，在這邊基本上像剛剛跟五壇啊，我小時候就會來買嘅，跟媽媽一起來。幾棟新鮮。對呀。係啊。點樣我來買嘛？我去嘅牛肉攤。買牛肉。誒，好。這樣黑毛，我去了呀。你就一件。哇！你好，你好，老板娘娘。牛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娘牛肉到齊耶。對對對。你係咪看到佢就提供幾多買嘛？該？哦，對對對，條灣嘅特別是同埋搞過。幾多買嘛？你那邊開簡餐店，簡餐店呢料色香味俱全，所以都拿最好的那個肉條肉跟腱子肉綜合，半斤半肉。啊，多半斤半牛半斤半牛。啊，你要生起來有冇較爽口啊？啊，因為拖卡詞。其實跟牛肉啊，當然是咧個部位冇嘛重要，但是因為你要開店呢，所以你要兼顧那個外觀也要好看，然後肉質要好吃，所以我們就盡量挑肉條肉跟腱子肉在一起，更跟人家係
台灣牛呀係这本地溫天牛啊。对，好啊，我個牛嚟切，切啲順風嘅呀。切给你看啊。好啊，像牛嘅係咪較貴啊？較正嘅部分，較貴嗬。跟牛嚟賣啊，这个係啊，这一斤200-300块。一斤200-300嘅牛，哇！可是啊牛嘅話較貴哦。因為我哋啊自家有4年呢，嘅照顧人客就是照顧像自家人用嘅，所以買較好啲嘅，我不卡你們做得強下食。然後本照顧到阿不卡年呢，咪做得強下來食。有嘅4年嚟過後，所請記得對食物嘅源頭行較注意，食太甜咪唔樣，同時記得咪用安樣嘅信念來對待人客。希望大3人最背面都做得食嚟到不卡嘅面線。生下來，所請我帶我來啲阿婆嘅胡土菜葉來啲全部了。阿婆，哎，嗨，阿婆我做白路皮咧。哎，放红肉片的啦。哇，所請帶我來，係啊講夾春台菜都用芽菜嘅嘿，做很多東西嘅，還有做乜嘅？主要天天買那有呢，有咩搶眼中，還有乜嘅？按自肥啦，你哦，嗰時阿婆夫妻自比嘅，對，自比種菜。自肥哎，那我做嘅呢，我做嘅啊，跟三隻小寶貝講，我搭擺啦用聽白路皮咧。嘿嘿係冇嘿嘿，好嘅都，阿婆所請細細都本土胎哦，係啊，幾歲開始12週， ？12歲就開始，嗯，幾好土冇？乖呀，乖哦，我乖。當這然樣是我還愛學煮嘅呢，好有煮誒。他一開節目，哇！那就一開8點就一開，阿婆真嘅客家，什麼嘢代表傑出女性？我咪國擔講各。誒，咁唔夠數錢進來開店，你要來支持嗎？誒，咁樣支持，咁愛買嘅做嘅啊，個新年嘅我手都帶咗係咩？一啦，叫三隻，係啊。嗰隻三隻愛你聽下圖冇？聽書圖冇？愛喏，佢咪夾泡泡嘅圖啊，真嘅嗬，我帶出去圖啊，係咩？但大伯是冇法咧，按度寫，唔係看唔出來叫我寫開落下按按度後上，寫啊，看唔識，唔過按正，唔過背寒嘅啊，有骨痛，背寒，我冷係嘛？唔啊，寒寒背，駝背啊，駝背嘅意思。對，好，啊，可能咁樣一下要多好棒冇啊？也冇好白冇好白嘅以為呢邊係就這樣子還可以啊，還可以，不會壞就好唔，是聽到啦。係啊，唔是聽到。無嘅牛拍咩唔是聽按到。樣隔食天天，當初嘅還是這家蘿蔔當香哦。是哦，很香啊，不一樣味道。真嘅。買到自己種的而且比較香。你冇切肉嘅吧？冇，冇切這個肉嘅。不必啊。那個做的棒，我做牛。幾條一條條啦，看到幾條一條條。一條，嗯，這一條。哦係哦，啦，一條啊。用你綁出來。哦綁一起啦。哇！哦，這個像這樣。水紅嘅跟一個很大自然嘅，哎，就來。沒有撒藥。好哦，好沒哦。有打藥。留到一等不已經三隻嚟棒，好，叫我嚟體驗白蘿蔔，好啦。白蘿蔔咧。我求年就簽。乜橋年最好嘅係冇？透過土地，教細人嚟用愛去感受生命，體驗田園，本細人嚟曉得感謝自然環境。從安樣自細教起嘅神農教育，都係用兵老所前嘅用心。希望本細人嚟做得看到第一粒種莖變做一種種嘅菜，對呀當中去認識生命嘅歷程。好，用兵剛剛呢，聽到所見來是從買嘅個牛肉轉來啊。嘿，這道料理係聽我卡阿婆學嘅，叫做醬燒牛肉。醬燒牛肉對是不是？就是一個很傳統的客家菜。我們要先汆燙過牛肉。好啊，好啊，對那你就先不用一撈，應該係先不給它歇掃乾。用個通一下就好了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那剛剛你走的時間，你有發現到，就這個環境裡啊，嘅時候有太多條，也到尾又係那種較顯推嘅。這個是阿婆家對不對？對，阿婆家的做法。古時候也係人嘅傳統地對中央廚房咯。對。好。對。古時候嚟將來可以下哦。也可以先通一下歐洲婆先出來過後，還有黑暗牛就做的。哎，可是這個醬燒牛肉最重要的就是
它的炒的地对方要炒味道，料对不对？对好，我用了之后，一步一步的等等你了哈。好，第一步嘞，白熊嘿，标香，好跟麻油，麻油。啊，你等下想要标黑姜麻嘛？哎，麻油主要是让它更有香香，对对对。你条牌都追溯前的时候就设得到阿婆做的料理，是的，这么好，而且难怪你要娶要她。逢年过节才会张威有后生，你是不是因为阿婆才娶硕谦的？应该不是。通过考验了，硕谦。对，再来我们就先再放葱，葱哎，对，好，葱的话我们就取葱白就好了，它有米头，哎，它小，它有米头，好嘞，差不多嘞。差不多就是做在甜牛肉去啊。哎，香料的部分要种的跳香，因为跳香会把牛肉原本的味道都抢抢对，所以稍微有香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肉的。像爱牛肉去过后啊，哎要比煮几久诶，差不多都10分钟。有好诶。嘿，主要就是牛肉要上色，所以做在冰落一落的。哎，要希望生年的食到健康，真的。所以好感动哦对啊，所以陪他们之后就是，人家就去家做在煮的，煮尽量去家煮。你知道做爸爸沟后最大的牺牲是什么啊？买吃豆口味皮啊的，穷哈太再多牺牲，我觉得都可以啦。对，重点就是他们都在开心的长大给他一。个真男人的特写。老炒好嘅牛肉，放入锅度落1點鐘邊呢，混食材喺師傅底下淺淺嘅入味，高撈黏液落劈咧，分開來倒入到老鍋底度煮20分鐘，最背面高碟鐵火烚1點鐘，等落劈咧清甜擺到湯度，混香嘅紅燒牛肉，咁樣就好食了。好，沙丁好了呢，我们准备一个空间，准备一个心情。现在来做这个料理呢，刚才是比较偏中式的，然后做开西式的料理，对不对？给别人做法式的蔬菜咸派。哦，对，我做派哦。对，所以你准备的那个太葱头，太葱头，哎，还有不用他改萝卜干哦，还有对对那个折成棒的黏液，对，还有那个秋葵。法式它的口感就是比较偏重于它的程序。所以佢所有的料冇辦法立立強下炒，所以要一行一行一行炒。大概料理都會按呢。呀，嘅就已經當圓潤呢，而且啊，有掛一些皮，有肉，又有甜的蔬菜，做出嚟3種口感，一百食到齊，重點係有 logo 嘅東香。哇吼！因為洋葱它帶有水分，所以水分較多啊哎，它會變，可能係已經三桶鹽呢。好，跟按羊的話係咪差唔多誒？差不多哎。然後最後我們就加一點白酒，提升給一些米頭。然後哇，講到外國式料理就係你吼，再鹽巴，那個用玫瑰鹽，稍微再拌炒一下就可以了。米頭先落厲害，對不對？你就可以加下一隻材料。好，咁樣我哋攞唔聽數號嘅，可能用快嘅冇較夾啲喂。沙丁考嚟炒蘿蔔乾，蘿蔔乾沒有比較香哦，雖然已經凍香嘅吼，所以因為剛哦，剛油已經有熱了，我們就直接就把它放下去。那我大概知道了。有冇個超聰兒啊？忙進來以前都有下全心全意進來，佢點嘅咩照顧生嘢？應該你一天看到生嘢動態轉變吼。我可以每天都看到他們是開心的過每一天，而且我這個可以親自搞給他的，比如說認識蔬菜啊，認識我們的食物啊，所以以前我年的時候看到我的時候還沒叫，真的哦，因為就是不那時候大熟，你一定很傷心，對，就是也有一部分那個原因啊，將會轉來，每次都講嘿，與其落ไป賺他多錢，一搶人突給，不如就是自己少賺一點，對，就是我們自己來照顧他。蘿蔔乾差唔多哦，有香咧。嘿，
可以。先让它留起来。接下来就是红萝卜，我们炒红萝卜。好的，一项一项炒，考验男人的耐心哦。味道炒一下，就好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料。这个对，这是什么？马该熊料秘密。对，好，秘密。这就是商业机密。对，专属于永斌的秘密。法国式咸派就算爱动刀工，唔过慢工长出好货，是由打破都唔青菜，将做得啲饭桌档变出澎湃。老炒好嘅料，包入到饼皮底度，撒蛋倒入齊齊嘅卵流嫩，野上黏黏嘅 cheese， 含其他地下配出來，會係釀嚟嘅好味鮮咯。哇！今日你看到呀做蛋糕一直会澎湃，都会你啊就嘅家常菜，不管阿婆煮的也好，或者是说阿婆搞下来的料理，像那个老牛肉安尼。但是重点啊，已经老汉久了，我们来吃吃看味道。没等你点半两钟哎，对不对？通常牛肉的腌肉味腌牛，真的好。呀，个就已经当圆润诶。而且啊，有刮一些皮，有肉，又有筋的蔬菜，不错的3种口感，110多菜，重点係有 logo 的东西。很有Apple 的味道吗？不要超过，真的，不要超过，还有古色东西，正好下饭。可以讲溜溜老皮揉一些米法，就做走牛肉面这样。其实以客家的传统来讲，就是菜都是做在绑饭的啦。对。阿婆为您饮。对，我来吃一个。阿婆种的萝卜真係較甜。家都吹很低，就它就硬的話講，呀蘿蔔很甜哦。对，味道很香。呀，有的去嗰種超級市場買蘿蔔，已經冇嗰種15年代的米頭誒，呀種可能真嘅係某些用嘅加上阿婆那種照顧的法。有愛的感覺，對，真的，而且會想到只要成條阿婆的種，就會覺得那種吃起來就很安心這樣子。對，吃到要用那些不卡跟米頭。哎，接下來這個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，做下個法式的鹹派，含功夫哦，其他個是口起來很香哦，很多的凝影都是阿婆的愛。對，好，上面還有秋葵。哇哦！哦，這種鹹派米頭係完全冇食油，各位洗那體呢，重點係啲都含加蘿蔔乾。不說這個鹹派跟你一般吃到鹹派比較多加菠菜，那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加蘿蔔乾，當乾麵耶。真的還蠻好，而且可以增加它的口感。而且剛好哦，有一烘一烘那種去炒過啊。不說吃起來的米頭，它是很多種層次的，可是融合在一起呢，就當乾麵啊呢。而且啊，西門飲食派的時間，有想是否講講食到的會那個，而且會胖，因為這加很多青菜，就覺得哎，好像沒有那麼多負擔這樣。當季的蔬菜。有好食材，起司店就樣誒，適合家己的料理就做得有好味絲。行家阿婆嘅糊塗作物就是最好嘅寶，無論係暖心嘅片菜飯、複雜嘅西式料理，也係輕鬆嘅茶飯小菜。啲用邊業務客人嘅用心之下，食到嘅味鮮，食材本人感受到幸福和滿足。其實最主要就是陪皮生年窮下太，那再來就是因為這邊遊客其實平日沒當到，我們就是一直盡力的想說讓大家知道我們這些天然的食材，讓客人食到健康，啊，進而看有沒有辦法讓更多人知道明德水庫這樣的地方。其實啊，赤鱲亞風景真的很好，我就是覺得都市跟這裡差很多，我願意就是一直在這片土地，然後為這片土地做更多的事情。放棄了原本工作，其實賺來穿洞斗哎！我所謂賺呢，並不是賺到實際上金錢，而是賺到了可以陪伴爸爸、阿婆啊、阿公啊，還有陪伴這3個小寶貝。你還有沒有覺得一件很棒的事情，就是你們2個也互相陪伴，還是互相指教、互相配合？
不用参与。哎，从要在一起成家立业，现在还到开店，应该有懂得要需要配合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前没跟他做这个，开了这间店以后，才2个人相处，然后试着配合。对，也许经营理念上面有些会不同。对，他对于他的食材也是有他的坚持。吃的部分就是我会让他去挑选，他觉得，因为我觉得让他把关是最好的啦，因为他毕竟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会先以小孩为主。那料理的部分就是我再去跟阿婆他们去医好了。也很感谢他啦，他也算是很细心的老公。真的哦，真的就是这样配合下，这间店才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。对啊，不然很多事情真的一个人没办法完成，所以一起做事，其实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意见不合，但是最后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就是共识的地方，配合到有一个共识在。因为人家的对布卡给料理可以是吃饭，那大家来吃到这边感受到家的味道，就会分享到你啊布卡给幸福啊。顶眼看起来，用兵老少前，像是嗷嗷在，生意出係上夫清雕搭嘅公婆。父親關係就像係跳松人舞咁樣，喺一進一退之間，跳出最和諧嘅配合。本人咪就像係一台運轉嘅機器，需要2-3人平常時間來維護，爭做得保有行較長久嘅關係。就算照顧生人嘅冇按改。唔過，一部客人做得有安尼嘅溫馨，就係最本人欣賞嘅幸福甜蜜。禮拜來到頭部，本我真正嘅了解到，其實平凡嘅快樂就係啲分享嘅過程來嘅。康泰哥佢當10萬嘅去開墾去耕種，希望講將一種關懷土地康健嘅心意變做實際嘅行動。佢更加相信講，有心開山山變野，咪就將苦瓜失落最高後對付專感嘅過程。用兵兩公婆，留對不卡人嘅愛，透過家常料理，基於地道嘅美食來分享本行較多嘅人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學種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分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。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sau雪18年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